係超中意食豆製品㗎，豆卜、腐竹、枝竹、豆腐、豆漿都好正。今集嘅主角響鈴更加唔使講，平時大多用嚟打邊爐，飲啲湯汁，一半脆口，一半吸晒湯底，簡直係人間極品。響鈴係一種由腐皮製作而成嘅食品，將腐皮捲起咗之後油炸，令到口感變得香脆。不過一般我哋買到現成嘅呢，大多都已經唔係好脆，所以我哋可以用氣炸鍋翻炸一下，回翻脆呢，咁就好正啦。但係其實響鈴除咗用嚟打邊爐，直接氣炸之後當零食或者當係一道小食食都係好唔錯㗎，淨係需要加少少調味料就搞掂。咁我哋就開始整。喺氣炸籃度放響鈴，我係覺得最多每人2條就差唔多㗎啦，多咗會漏，咁啱唔夠食呢係最好食㗎。而且響鈴嘅油分同飽和脂肪都好高，都係少食多滋味。一共需要氣炸8分鐘，中間4分鐘嗰陣呢可以滾動下佢，令到受熱均勻啲。氣炸嘅時間要根據3點：一係響鈴嘅新鮮程度，放過落雪櫃雪過嘅，氣炸時間可能要加多2分鐘；二係氣炸鍋嘅火力，我用嘅係小米，感覺係比較弱啲嘅。3係中意嘅酥脆度，我自己覺得8分鐘嘅口感啱啱好，裏面熱得透，成條都係酥脆嘅，但係又唔會燶得滯，帶苦味或者太硬太乾。氣炸完之後就係調味，我用咗最基本嘅鹽同胡椒粉，呢2樣應該大家廚房都會有㗎啦。當然仲可以做唔同口味啦，芝士粉、七味粉、孜然粉、五香粉、椒鹽粉等等都可以開鋪啦。淨係需要滲適量喺響鈴嘅表面。超野味嘅氣炸響鈴就完成啦！你可能會覺得咁樣都要分享，但係真係好好食，食落咧係似認真整出嚟嘅一款小食。香脆可口好送飯嘅極速懶人炸物，氣炸過之後熱熱地，好酥脆。中意食響鈴嘅一定唔可以錯過。之後我都會分享更加多響鈴嘅食法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就唔會錯過啦。上一集睇小貓們嘅眼仔咧都未打開㗎，今集就已經打開晒啦，好可愛啊，細細隻咁。大家估下邊一隻貓仔咧係第一位誕生喺我哋屋企嘅呢？3、2、1，係佢啊！出世嗰陣咧，仲要係條尾出先，我都要嚇死啦！好彩有驚無險，都係好健康嘅寶寶。佢個名咧就叫做盼班，因為佢塊面嘅顏色咧係一半一半噶，韓文發音嘅，成日聽到韓劇裏面嘅人點炸雞都會咁樣嗌，覺得好可愛。